杨家有女初长成，人称杨胖子。哎，不对，这个字读西。这2年热播剧《琉璃》中古灵精怪的小樱花让人印象深刻，她就是苗族姑娘杨希子。灵气十足的杨希子，连声音都美得不可方物，清脆空灵又不失山里人的豪迈。杨希子出生于贵州黔东南凯里市，是个地地道道的苗族女孩，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。杨希子苗族名字叫阿曼多雷，翻译成汉语就是小姑娘，可爱灵巧。杨希子不仅能歌善舞，而且从小学习蜡染刺绣等苗族手工艺。2012年还成为贵州黔东南美德少年候选人。声线清澈的她一直是各大唱歌比赛的常客。2013年，她参加湖南卫视《中国新生代》，一首《醉苗香》就惊艳了观众，让她成为了胡海泉的学员。2019年参加国风美少年，一身苗衣装扮，造型灵动的她光脚在水里歌舞，就像仙剑中的灵儿飘然而至。民族美就是国风美，杨希子原声带的唱腔仿佛让人回到了大自然，而她也凭借惊艳的表现稳居黄金班。这些年，她的《栀子花开》、2017、我们的少年时代、老男孩等一系列作品让她收获了大量粉丝。16岁就能和张韶涵同台合唱，妥妥的歌坛加演艺圈实力双栖。这2年，希子成功晋级主演电视剧《10年一品温如言》，与金歌也在各大平台播出。天然去雕饰的她，给我们带来了一股金甜的力量。这样的苗族姑娘，你爱了吗？